中國的氣候和人口分布。中國土地遼闊，地勢複雜，各地的氣候差異很大。西部及北部多是山地和高原，氣候寒冷。冬季時氣溫會降至攝氏0度以下，降雨量較少，因此人口比較稀少。東部及南部地勢較平坦，氣候溫暖，冬季不算太冷，降雨量較多，因此人口比較稠密。中國的氣候和人們的生活。中國各地地勢和氣候不同，影響各地區的生活習慣。南部氣候溫暖潮濕，適宜種植水稻，居民主要吃米飯，衣着也較薄和輕便。北部氣候寒冷，少雨，多種植小麥，居民以麵食為主，多穿着厚重的衣服御寒。雖然西部氣候乾燥，但是部分地區有大片草原，適宜畜牧。西部的高原地區日夜溫差大，所以居民多穿着容易脫下的袍子，以適應氣溫的變化。